皇上派回来的人已经到北京了，怎么办？老规矩，我们不能出头，绝不能搅和到父皇与汉王之间的事情里去。让不让汉王见柳如明？要不要让他早知道真相？可以见。父皇不是想拿到证据吗？不仅要让他见，还要让老二知道柳如明是个什么人。你可给他们两头牵上一条线。妙，我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既让皇上对汉王彻底灰心，又把这颗埋了20年的钉子亮给汉王好好看看。快到收网的时候了，你们绝不能给我添乱。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好，我即刻动身，你也要多加小心。你要赶紧告诉皇上。好，保重。小二，结账。柳如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柳如明本是个读书人，幸得皇上恩宠，不仅免去了当年犯下的荒唐之过，还被皇上提携，赐予了新生，委以了重任。为此，柳如明愿以毕生之忠诚，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总是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。原来是你呀！所有的事都是你捅到皇上那儿去的。不错，柳如明正是皇上派来的人。当年西廊买火炮，是你假装去交易，引来了官军。是。后来送给西郎海图，让他为我训练800死士的事，也都是你告诉皇上的。对，你骗了本王这么多年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被本王发现，你会死得很惨，很惨。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我想的更多的是，殿下怎么才能明白皇上的一片苦心？我想的是，皇上为什么要把我放到您的身边？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懂了。皇上终究也是个父亲，他是对您不放心呐。他不愿意您一意孤行，不愿意看着您越走越远。住口！你骗得我好惨！殿下，下手吧。柳如明如果这辈子有愧对于汉王的地方，那是因为出于无奈。住口！滚！
你给我滚！这辈子，我不想再见到你的面。殿下，您就听我一句劝：一个好将军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皇帝。只为自己不为百姓，不会众望所归；只为权力不懂得设计，只会祸国殃民。滚！殿下，谁当皇上难道就那么重要吗？你要是真杀了太子，你让皇上还怎么活？你如果和太子两败俱伤，皇后在天上能心安？即使是您做了皇上，可却杀了自己的亲哥哥，你这辈子还会心安理得？殿下，不要因小失大呀！一朝不慎，将遗恨万年。你给我滚！小心我后悔。好吧。殿下，多保重吧，千万不要惹得天怒人怨，千万不要让皇上老年丧子，无力回天。刘如明，不！怎么，哭了？没有。生老病死，这是天数，你皇爷爷也躲不过啊。皇爷爷，孙儿只盼着老天能让您年轻20岁，把年纪都加在甄姬身上，这样您的病也没有了，甄姬也长大了，能替您办大事了。皇爷爷从小就疼你，没白疼啊。皇上，阿鲁台他派往鞑靼的各部信使都回来了，另外还带回2位大人物。好啊，命信使来见朕。遵旨。恭请皇上圣安。辛苦了，说。皇上御驾亲征，声势浩大，阿鲁台等部率众仓皇北逃。前些天遇上了大雪，牲畜大都冻死，部族纷纷离散。阿鲁台见我30万大军，穷追不舍，皇上矢志不移，已感到走投无路，现已众叛亲离。鞑靼部的知院阿什铁木尔、古纳台等人率领妻儿和3万部众前来归降。他们现于10里外扎下大营，听候皇上召见。好啊，朕要亲自见2位首领。你下去吧。遵旨。来，父爷爷，皇爷爷起来。皇爷爷，您回后帐歇歇吧。2个降将就让孙儿代为召见，行吗？詹姬呀，他们要降的是大明的皇帝，朕为什么要御驾亲征啊？就是为了等这一天，等他们来见朕呢。2位将军，请。阿什铁木尔、古纳台参见大明皇上。 2位将军，请起，坐吧。谢陛下。朕一直在等着你们，朕相信你们一定会来的。
今四海万邦皆蒙皇上恩泽，我等岂能不堪教化？无奈为阿鲁台所忌，微不自保。现仅率妻儿部众来归，犹如草木，得一日月，沾得光华，死而无憾。我们向着长生天发誓，向着大草原发誓，向着皇帝陛下发誓，从今往后，甘愿真心通好，永不反叛。朕记得800年前，突厥竭力入朝，唐太宗曾言：“胡汉一家。”朕唯盼天下黎民皆随其声，边境无虞，兵甲不动。愿你们与中土汉人共享盛世，永保太平。陛下圣明。请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朕等着你们更多的兄弟前来通好，共叙友情啊！我们一定会把陛下的宽容和友爱传遍草原。你们的妻儿子弟，朕会妥善安置，请回吧。他日，朕必有厚赠。谢皇帝陛下。王忠，奴才在。传旨，敕命大学士杨荣、金幼子，自即日起为朕带上所赐的金银、棉帛等物品，前往鞑靼各部驻地申谕。亡者之尸，不为杀伐，凡真诚归顺者，都将妥善安置，授予官职，听则善地，安生乐业。不愿当差的，悉听尊便，一视同仁。手脚的车马牛羊，一律发还。朕好生无杀，承代各族。我各部英豪识大体，以黎民苍生为重，与朕一道，共创万世太平。遵旨。皇上，还有一件事，10天之后就是您65岁寿诞，此次又兵不血刃，取得大捷，3军上下应该好好庆贺一番。现在不是时候，朕要再接再厉，一举定乾坤。去吧，朕明白你的心。谢皇上。去吧。皇爷爷，我终于明白了您的苦心。现在，朕的苦心终于有了回报，朕心甚慰啊！劳师30万，其实并不是真正要上阵拼杀，而是先取声势，再攻其心。你皇爷爷为扫荡前缘，征服大漠，已经是第5次御驾亲征了。朕盼着能在有生之年把漠北的事情办好。如果能了断了恩怨，为后世子孙留下祥和，朕心足矣啊！孙儿纵览中华历史数千年，唯爷爷是首位亲临大漠的皇帝，更有6下西洋之举，真让大明声威如日中天呐！唉，朕武征漠北，用去了大半个国库，还死伤了多少生灵啊！可郑和仅率200多条海船，就结交了近40个藩邦友邻，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壮举啊！宝船将我大明天威带到了天涯海角，海上的瓷器之路与陆上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，永乐一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何人与之比肩呢？前无古人，也许呀，但后无来者，肯定是自欺欺人呢。皇爷爷，孙儿的意思是说，展姬，皇爷爷这一辈子变法图新，不为祖，不为叔，就怕墨守成规，让大明失了生气。朕盼着后来者居上，
盼着大明一代更比一代强啊！孙儿懂了，皇爷爷也希望我们能想前人不敢想，为前人不敢为。用了新政，苦了一代人，这是件苦差事，就像一个母亲分娩。朕这一辈子，一共有2个对手，一个是臣子，一个是百姓。你说臣子和百姓都是对手？他们是朕的对手，也是朕的家人。士大夫眼中只有祖制经典，可国家要因时而变，变则通，变则存。百姓盼着富足，可朕怕的是小富即安，温饱生贪。富贵易骄，艰难易护，久远遗忘。这就是创业难，守业更难的道理。快了，快了，离鼎定大局的日子不远了。皇上，北京来人了。嗯？奴才叩见皇上。出什么事了？柳如明自杀了。柳如明突然死了，怕是汉王那边有了大变。郑和，我看你也别怪莲心生你的气啊！我发过誓，就是游过大海，你也要把留守的人接回来。不回来也好，回来了又能怎么样？船被封了，兄弟们散了。好一点的北财，差一点的去死了。咱们得沉住气呀，咱们得等皇上回来就好了。可是皇上还能回来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问罪漠北，不得已而攘夷，大举兴兵，实为震慑敌酋。今大局已定，有人归来，朕不欲再劳兵兴众，自即日起安置归顺兵民，发还缴获财物，整顿军容，班师回朝，钦此。皇上，什么时候了？天快亮了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到哪儿了？已经走了22天了，这个地方叫榆木川。
你去哪儿？啊，天儿冷，我再去给你拿几块炭来。坐。哎，坐到朕身边来。不，皇上，奴才怎么能坐在龙榻之上呢？这儿没有外人，你就坐在这儿，陪陪朕。是。你怎么熬神守夜陪着朕？几天了？老奴上了年纪较少。是啊，你比朕还大几岁，可说不定朕要走在你的身前了。不，皇上，这话不能乱说啊！这说了奴才也听不懂。真的，朕已来日无多，回天乏力呀。不，皇上不会有事的。皇上一定会带着奴才凯旋回北京的。哼，当奴才的说假话，是为了哄主子高兴。可到了今天，咱们再不说几句真话，也许就抱恨终生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到时候了。皇上，奴才的确有句话要告诉皇上。老奴伺候皇上22年了，可从第一天起，奴才就想要了皇上的命啊！皇上，您杀了奴才吧！奴才真怕有一天把皇上看破真相，奴才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。皇上，起来，起来坐，啊！王忠，你记得吗？朕在兵荒马乱的宫里见到你，对你说，你侍奉主子直至最后一刻，忠心可嘉。就是为了一个忠字，朕收了你。可奴才当时是自杀未成，被江水冲上了江岸。奴才正发过毒誓，既然老天不让我死，就说明我还有用。我要亲眼看着你身败名裂，暴死亡国。朕从第一天就知道，你不仅是朱允文的忠臣，更是太祖的眼睛。把你留在身边，就是想让你好好看看朕的真相，评评朕这个人。奴才在皇上面前待了20多年，朝夕相伴，曾亲眼目睹了太多的事情了。皇上，你是在教化奴才啊！奴才正是折服于在皇上身边的亲眼所见。
朕这一生毁誉参半，你替太祖看了我一辈子。你说朕死后到了太祖的面前，太祖会不会骂朕？骂，肯定是要骂的。但是只要老百姓不骂就成啊。哎，你这个老奴才啊，还哭，眼窝子太浅。哎，奴才在见文帝封功之后，就以为眼泪已经流干了，没想到这22年中，老奴为皇上不知哭过多少回。是皇上把奴才的心给教化了。皇上，您就让奴才痛痛快快的再哭一回吧。皇爷爷，皇爷爷，不知为何有蒙元人马尾随跟来，人数不下10万。我已命将士们做好了准备，请皇爷爷下旨，全歼来敌。王忠，皇上，把朕亲自拟写的圣旨拿来。遵旨。皇爷爷。来。更衣备马，朕亲自去看看。皇爷爷，您已经上不了马了，还是让孙儿替您去杀敌吧。那就把朕绑在马上，快去。是。皇上！皇上，好了。出征！皇上，他们来了！骑兵战车已经到了10里之外停下，主帅只带随从几人，正前往我军大营。长生天一般无所不能，威力无边的大明皇帝陛下，罪臣阿里不花之子接驾来迟，恳请陛下恕罪。你是？皇上应该认识这个，这就是我父阿里不花当年与陛下盟誓的信物。我的父亲曾经说过，万能的神明在上，阿里不花在此盟誓，
草原上的蒙古人思念圣恩浩荡，愿为吾皇效力。如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朕也曾说过，你等不负朝廷，那朕也绝不负你们。如有失言，当如此剑。父亲把这支蒙氏之剑传给了我，就是要让我永远记住当年燕王殿下的肺腑之言，记住朝廷善待蒙古部族的诚意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来到草原，就是蒙古人尊贵的客人，我们本应提早赶来，以奶茶美酒接驾，不想为阿鲁台所困。我们绕过草场，翻过大山，直到今天才得以一睹天颜。你们是朕的朋友，我等愿为朝廷捍卫千里草原，纵有千辛万苦，死而无憾。好啊，朕知道你们的忠诚。王忠在，念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草原上的勇士们骁勇善战，诚心向化，忠勇可嘉。汉蒙本来就是兄弟，地域不同，风俗各异，但只要互相礼让，一定会和睦相处，赤胆相待。上天好生，朕唯盼止刀兵之祸，兴怀远之仁，愿汉蒙一家永享太平，世世代代友善长存。钦此。蒙汉一家友善长存。蒙汉一家珍馐和睦。蒙汉一家友善长存。怎么，好像还是在龙帐里？大军没有开拔。皇爷爷，漠北大局已定，早一天晚一天回去，又有什么关系？有郑和的消息吗？郑和重情重义，他的心里一定记挂着爷爷。刚刚好像听到郑和在叫朕，模模糊糊看到了郑和朝朕走过来了。哎，可是他呀，他怎么也走不到朕的跟前。一睁眼，还躺在这个榆木川。爷爷，您做梦了，再睡一会儿吧。一说话，觉就没了。朕觉得这会儿脑子清楚着呢，说说话吧。过一会儿啊，朕怕真的就要睡着了。好，我陪您聊天。此次御驾亲征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皇爷爷要恩威并施，以德服人。此次出兵30万，就是要先立威，
天朝大国，没有威，就不会有尊严。可威，并不等于杀戮，所以还要有德。没有德，就只会造成杀伐不断。朕是来还愿的，杀伐不止，定会贻害后世。朕御驾亲征，不是为了杀伐，而是为了祈求平安。有了小阿力不花这样的朋友，漠北可以安定一段时间了。这就是兵法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。朕心里本来存着4件大事：郑和楚阳，与民生息，平定漠北。朕已经做了3件，还有最后1件，不知道老天能不能让朕办完。皇爷爷，战节，朕的国策可能要被他们偷偷的改换。你的皇叔一心只为自己，眼睛盯着大魏，他可能会铤而走险。说穿了，他们就是为了争权，争到了权，就会有利益。他们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争权，这才是朕最担心的隐患。就这一件事，就能让所有的心血功亏一篑，使永乐新政万事成灰。朕为什么要从小带着你？就是为了防备这一天。战机，有朝一日，你君临天下，一定要做一个敞开门户的皇帝。战机上对高天，下对后土，面对着爷爷，发下誓言，无论何时何地何人，如果有人胆敢改变皇爷爷的国策，置永乐新政于危难，战机定会挺身而出，排除万难，舍生取义，替皇爷爷完成心愿。朕把所有的心血、所有的心愿都托付给你了，千万不要把朕千辛万苦、历经磨难迈出去的这一步再收回来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呀。皇爷，您放心，孙儿都记下了。皇爷爷累了，战机，把那盏灯拿过来吧。
真美呀！这么多鱼，这么蓝的海，皇爷也要去坐船，随着郑和一起出海巡洋。皇爷爷要走了，和郑和约好了，要一起把那个大梦做完。公元1424年8月，朱棣在第5次亲征漠北班师回朝的路上，病逝于榆木川，死后葬于北京天寿山长陵。开门呐！快救人！开门呐！快救人！怎么回事啊？晚饭的时候，一匹马跑到我家门口拱我的门，我出来一看，它咬住我的衣服就走。在玉门寺山门外不远的地方，我发现了这个女的，你看看，就是她。我去看看。啊！妙锦，妙锦，快抬进去！妙锦，喝点水吧。皇上走了。你来的正好。想杀人吗？我就杀了谁？好，先杀我。你有父亲吗？有。撒谎！你在撒谎！你的父亲早就死了。咱们小的时候被抓进宫，你的父亲早就死了。你懂父子之情吗？我懂。我有父亲，就是皇上。那是我的父亲，我要去找他。谁敢拦我，我就杀了谁。你疯了你！
郑和，我知道你并不想杀人，你是想这样了结你自己。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皇上走了。皇上走了，谁来管我？皇上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四哥，再来！我说过，没人陪你，有17弟在。你这辈子行啊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。除了我，你没有对不起谁呀？啊！这阵子，17弟晚上睡不着啊，老是犯琢磨。我要是再活一回呀，我绝对不会再上你的当。我要再活一回呀，我也绝不会输得这么惨。我要是再活一回，我绝不会一事无成，自己跟自己赌气想不开呀！要是再活一回，我一定秸根起，就好好的帮你呀！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一个人呕心沥血，独来独往啊！四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真心的帮你，我就不会给你捣乱了。那我会让你省不少的心呐，四哥呀，我真想和你在一起，从头再来呀！四哥呀，等等我来了。这辈子你我在一起，下辈子咱也绝不分开呀。恭迎大明永乐皇帝陛下圣临！
家了。父皇，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急，都没能再让儿臣看你一眼？太子，殿下，起来吧。皇上并天，举国同悲，千头万绪，万事待定。大明的社稷大业要紧，千万要节哀呀！父皇，你就这么走了，让儿臣怎么办呢？父王，皇爷爷临走的时候留下了话。啊？皇爷爷说：“父皇如有遗旨，我们必须进正堂跪迎啊！”臣妾，走，进屋说。啊！站起！皇爷爷说，当年曾经颁下旨意，寿诞庆贺减免，以节俭奢靡，丧事也就不办了，要以勤俭警示后人。可是，我已经发布了监国令，全国上下禁止婚嫁，举丧100日，天下共悲啊！太子说得对，皇上并天，山河共悲，岂能草率行事啊？可是不行，这事不能听先帝的。父皇一生勤俭，这是父皇最后的荣光，不仅要办，而且要大办。这岂不是有违皇爷的遗训，抗旨不遵了吗？办不办，已经不关先帝的事了。这是朕的脸。父皇，父皇，当初母后宾天，我就没能见上一面。如今父皇大丧，我还是不能去看上一眼啊！朱高炽，你我不共戴天。秋7月，庚寅，皇帝并天，天地失色，草木皆悲。然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秉承天地之命，依照祖制律法，储君太子朱高炽于即日登基即位，年号洪熙，以永乐22年为洪熙元年。即日起昭告天下，止兵缓刑，以示体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朕今日初登大宝，理当内修治国之道，外造睦邻之方。朕自即日起，当以勤俭治国，以仁政养民，以宽仁务实而安天下。启禀皇上，前朝郑和6下西洋，耗费银两上千万，眼下200余大小船只待命刘家港，日弥两饷，更是危害国政。臣等冒死奏请皇上，
恢复太祖洪武朝律例，彻底闭关禁海，罢黜浔阳，永不复议。封疆禁海，乃太祖所行国策。先帝虽派郑和下西洋，但并未明令开海禁。正本清源，朕今日钦定之国策，正是遵循祖训，一脉相承。夏公为何一言不发？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先帝奉行浔阳国策之时，夏公一直是不计安危，直言利剑。不错，老臣今天悔不当初，没有体会先帝一片苦心。你想说什么？皇上今天的话，老臣听不懂。皇上的国策，老臣也看不清。臣老了，恳请皇上恩准老臣辞官归隐。准。好，朕于即日钦定3项兴国之策：一、罢黜浔阳之举；二、裁撤福建、浙江、广东3省市舶司；三、再颁封海令，如有私自下海者，无论官民，无论因果，一概严加治罪，杀头灭门。我真想不到，你竟敢欺天背祖！刚一登基，你就公然废弃利国利民的功业，你凭什么？就因为朕是皇帝。皇帝？你是皇帝就可以颠倒黑白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？对，什么叫金口玉言？就是天道人理，朕来评判；国事民情，朕说了算。告诉你，先帝走的时候留下了遗言。告诉你父皇，先帝临终的遗训。别怕，孩子，说。王公公，快给我父王跪下！哼，王忠当了一辈子奴才，跪了大明3朝皇帝，现在老了，腿脚也硬了，这双腿绝不会跪你这个逆子，更不会跪你这个昏君。你怎么敢？先帝尸骨未寒，英灵不远，你竟敢违背先帝的遗愿，八大航海，才是波斯，你就是天下第一大逆子！
先帝啊，先帝，你英雄一世，睿智一生，你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人继承大统啊？惶惶永乐亲政怎么能交给这样一个君主？来人，在！拉出去，凌迟处死！遵旨。死！20年前老奴就死过一回了，今天还会怕死吗？死是你给老奴最好的礼物，死是老奴追随先帝的心愿。告诉你吧，这坛酒当年差点让老奴铸成大错，今天我把它留给了自己。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，他要把老奴送上9天，他要送老奴与先帝同行。他会成全老奴侍奉先帝1万年了。朱高炽，老天会罚你的，你误国误民，将被后世唾骂。先帝啊，老奴来伺候您了。王忠，王忠，王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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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打算就这么耗下去？这一夜就这么坐着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战机啊，你要知道，面前问你话的不仅仅是皇上，我还是你的父亲，先皇的儿子。无论从哪头讲，你都应该讲。该说的，我都说过了。你皇爷爷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跟前？他真的什么都没说？他怎么就没有一点征兆？你是皇爷爷一手带大的，我知道他对你寄予厚望。是不是他对朕还有什么疑虑？是不是还有什么话你不敢说？别怕，这里就这么父子俩。皇爷爷问过，问什么？
郑和，其实这也没什么，人老了嘛，在最后的时候想起什么说什么。他呀，不过也就顺嘴一说。不，他不是顺嘴一说，他还给我留下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朕懂了，这是他的眼珠子，他还是不愿意让朕改了他钦定的浔阳国策。他让你盯着朕，他要让你在朕的背后当一只黄雀，让朕永远摆脱不了他的威慑。他走的时候跟你说过的话，他告诉你的就是这个，对吧？父皇，您想的太多了，这只是一盏油灯，是皇爷爷留给我的一个念想。上刀山下火海，微臣在所不辞。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武宣，臣在。你与郑和一起统帅船队下西洋，对那些沿途货战补给之地，应该烂熟于心吧？微臣心里自有一本账，说说看。战城、满了加、苏门答腊、胡罗莫斯、古里、西兰山，大小不下10几个。最近又在大洋上建了一个新的货站，也是我大明船队最大的中转补给之地——莫干岛。好，果然是个有心之人。微臣听凭皇上的差遣。武宣，微臣在。朕想让你督率1000兵马，突击裁撤莫干岛等全部海外货站。微臣明白皇上的心思，微臣一定要将大明的财产全部带回。除了这个，还有。朕听说，郑和在海外图谋不轨，意欲称王。以你吴将军的脾气，能把郑和的这些亲信都带回来吗？恭喜你啊，吴大人，终于成了新皇的座上宾了，又领到了裁撤海外货站的好差事。吴大人终于等来了为洪熙朝建功立业的机会，我今天该为你把酒送行啊！这酒我喝光了，可这话你也得让我说完。吴宣呐，吴宣，你别再见风使舵、危言耸听了。你以为自己卖身求荣就会平安无事？你以为朱高炽会给你好果子吃？告诉你吧，他不发圣旨，就是为了让你空口无凭，有朝一日让你来担罪责。汉王，您说的对，这就叫狡兔子走狗烹。我来皇陵，就是要告诉殿下这件事。眼下已经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斗勇者死，大智者生。
如果我们能利用好这次出海的机会，将计就计，何愁不能偷梁换柱，再踏出一条争夺天下的海上新路？你想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？对。在下此行可借裁撤货站的机会，秘密替换心腹官兵，勘察海外要地，兵不血刃就可以控制海上的航运命脉。汉王若选择时机，举兵起事，成，则可以入驻紫禁城；败，则可以退守到海外去，占地为王。这样一来，郑和多年经营的心血就将化作汉王海外立国的基石，我大明的船队也就将成为汉王无敌于天下的利剑。也罢，反正咱俩已经是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姨婆，坐。你知道我来干什么？知道。先帝临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你在他身边？是。他是不是给你留下了话？是。你是不是当着他的最后一面许下过诺言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要矢口否认？为什么要装聋作哑？眼前的这一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想到了，先皇这一走，恐怕要出事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我更不敢相信，阳奉阴违的居然是你！你怎么敢公然篡逆先皇的遗训？你为什么要欺骗、倾尽了全部心血爱你的爷爷？先帝的话，我没有忘。甄姬永远不会欺骗皇爷爷。撒谎！你以为先帝走了，王忠也随着他去了，那最后一刻的事就只能听凭你一个人？你以为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可以欺世惑众，为所欲为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毁掉的是先帝的心血，是他的期盼，是他一辈子的梦啊！我就是拼着一死，也要让你讲出实情，让先帝的遗训大白于天下。说，姨婆，请吧。孽障！还不知罪！我今天先宰了你，再向先帝谢罪。死太容易了，姨婆，您这是在帮我。战姬，你告诉姨婆，为
什么非要这么做？如果姨婆只想让我速死，甄姬绝无怨言。可是要是咱们2个人都死了，皇爷爷能安心吗？他的遗愿又能让谁来承担呢？你想要说什么？姨婆，我是骑在皇爷爷背上长大的，我坐在他的胳膊上，学会了写字。我踩着他的肩膀，骑上了战马。我怎么会忘记皇爷爷他对我的嘱托？我怎么能辜负他临终时对我的期望？皇爷爷赫然并天，朝局突逢大变，国策顷刻被改，社稷骤显隐患。这盏灯，就是皇爷爷的眼睛，他天天看着我，让我寝食难安。这上面曾染过皇爷爷刻出的鲜血，正是汉王和父皇的争斗，让皇爷爷弃之血勇，一命归天。皇爷爷牵挂着浔阳大业，可他更盼着江山稳固，国泰民安。如果此时我贸然出头，逼父皇就范，不仅毫无胜算，更会由此让汉王抓住机会，举兵谋反。那样的话，天下还要大乱，刀兵必然再起，疆土面临分裂，百姓惨遭屠塔。您说，我是应该以稳固基业为重，还是不计后果，让皇爷爷亲手缔造的盛世毁于一旦？你想要干什么？只要江山不改，就有机会重定朝纲。只要詹姬在，先帝的海船必将重归大海。不错，我是要掌权，我必须保证，将来执掌大明江山的，还是皇爷爷亲手教化的皇长孙。我要忍到君临大位的那一天，先帝的遗愿必将在我的手中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。快快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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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苏天，你看，烽烟燃起，锣号吹响，肯定是有船经过。哎，弟兄们，有船来了，快去看看！走。莫干道，天这么好，他们肯定都在南面的田里干活呢。哼，看来这伙人还真做了长远打算。吴将军，那就先把犒劳他们的酒宴摆上码头吧。虚席以待。快快快快快！吴将军，他来了。来了好啊，最好能一了百了。
吴宣大人啊，他怎么是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中天，你们都还好吧？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吴宣呐。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吴副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郑大人怎么没来？啊，郑大人他正在备务，马上就要出航了。这次本使是奉了圣旨，专程来接你们回国的。可1年的期限还没到啊！哎，皇上啊，念你们公而忘私，忠勇可嘉，所以格外施恩，准予你们提前轮换。别人回国，皇恩浩荡啊！来啊，把圣上恩赐的好酒给弟兄们都斟满。来，谢皇上赐酒，干！兄弟，喝吧，喝。大胆宋天，你想抗旨吗？都给我拿下！